月17號星期日嘅天主教報紙摘要，我係 Aaron。睇下今個星期嘅報導。共和報今個星期第一則嘅報導先講，禧年青年日正式閉幕，將會喺2027年嘅世青節再會。香港青年喺羅馬舉行嘅禧年青年日中成長咗唔少，佢哋將會成為希望嘅朝聖者，為教會同其他人帶嚟希望。禧年青年日，香港教區團團長陸志浩神父深信喺2027年喺南韓舉行嘅普世青年節定能夠幫助參加者延續信仰嘅薪火。聖座福音傳播部喺7月28號到8月3號舉行禧年青年日，約130名嚟自香港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持有青年運動、環頭磡聖博德堂同埋粉嶺聖若瑟堂嘅青年組團參加。另外有50個個別報名係嚟自海外嘅香港青年同行。身兼陸委會主席嘅陸神父話，委員會藉住青年回港之後，懷住呢個傳教薪火，正積極籌備緊重組活動。佢應見疫情之後緩和嘅本地教會同普世教會嘅大型青年聚會，帶動香港青年教友恢復士氣，盼望來屆嘅世青節能夠幫助佢哋深化信仰。陸神父話，香港往返南韓嘅交通亦都方便嘅，有唔少韓籍嘅傳教士係在港服務，好多團體亦都有意組團報名參加㗎。香港地方細，但係香港青年嘅活動都係人中首次見到呢啲國家嘅青年，甚至伊斯蘭教國家嘅青年係積極嚟信仰作見證嘅時候都被傳染㗎。佢望作信仰見證嘅時候而香港青年對於近距離可以睇到教宗良14世亦都係碰面亦都好興奮嘅。陸神父話，教區團喺旅程當中克服咗唔少嘅障礙。我哋需要臨時更換一啲留宿地點，好彩有新女同恩人安排我哋喺學校留宿，讓青年體會到困難中總有希望。有份陪伴青年朝聖者嘅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嘅方樂儀修女認為，障礙係青年成長嘅契機，讓青年明白耶穌去走過呢同樣嘅路，經歷痛苦同埋復活。青年人喺夜晚嘅祈禱同埋閉路嘅實當中充滿喜樂，令我感嘆定能夠透過呢啲共同祈禱嘅力量，使到萬民團結一致，合而為一，並讓我哋成為基督內希望嘅見證人啊！聖博德堂20幾米青年，除咗參加禧年青年日嘅朝聖活動，亦都去探訪中座愛方傳教會，並同意大利嘅青年傾偈。堂區主日學導師馮可兒被意大利嘅青年嘅熱忱而所感動啊！可兒就認為佢哋滿控住熱血，努力服務教會，熱情咁講述自己信仰經歷，並樂於傾聽新朋友嘅心聲。呢個鼓勵香港青年能夠組織自己嘅舒適圈。佢希望放下悲觀情緒，將呢份熱忱帶返去堂區，正面看待同伴之間嘅張力，並學習意大利青年嘅慷慨關懷他人。同樣為聖博德堂主日學導師嘅梁偉林亦都話，朝聖活動濃厚住傳教嘅氛圍，令佢去信仰中迷惘，積極同同伴一同福傳，如同佢當年同佢嘅學妹參加聖母軍服務同佢一樣。佢都難忘嘅禧年青年日就望嚟實地多元文化，希望喺27年嘅南韓世青節舉行嘅時候，再次同各地嘅青年締結友誼。嚟自慈青嘅梁兆康就認同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為佢哋主持退省活動嘅時候，講到快樂嘅關鍵係在於感恩。佢話：我認為快樂係嚟自知足同埋感恩，並感謝天主所賜予嘅一切。佢決心喺朝聖同埋人生嘅旅程當中，成為希望的朝聖者，唔會輕易放棄希望。轉去下一則報導，全心全意藝術活動，傳遞幸福，傳遞祝福，播種愛。全心全意藝術行動
呢個名稱咧喺英文裏邊咧，我哋會表達為 From Hearts Full of Love。顧名思義嘅，呢個係一個傳遞愛同埋祝福嘅行動。8月8號，基督徒合一藝術籌委會聯席主席陳永超副主教喺聖保祿醫院舉行咗全心全意藝術行動啟動禮。呢個活動係由基督徒合一藝術籌委會主辦，匯聚咗天主教同埋新教嘅藝術家一齊合作，希望為大家送上一份關懷同埋祝福。全心全意藝術行動由2024年嘅聖誕節開始，首站為大埔拿打素醫院，之後我哋分別得到嘉諾撒醫院啦、東區醫院啦嘅支持。每一站嘅醫院職員咧都話俾我哋聽，好多人都因住呢個行動受到祝福。我更期待大家可以透過唔同嘅心意卡，揾到屬於佢哋自己同天主嘅連結，可以打開嘅心同天主對話。有份參與呢次活動嘅其中一位藝術家沈海怡致辭時，期望取悅心意卡嘅大眾能藉此揾到與天主嘅連結。其中一位藝術家路斯亞咧就設計咗一個好靚嘅玫瑰經書架啦，裏面咧就擺放咗28位藝術家嘅心意卡，背後咧亦都有藝術家自選嘅聖言，俾院友啦、家屬、醫院員工甚至公眾咧都可以免費索取嘅。咁我哋希望咧透過藝術同埋聖言嘅力量，將天主嘅愛同埋平安同埋盼望送到每一位有需要嘅人手中。聖保祿醫院行政總監何兆偉醫生致辭時提到，患病嘅途中亦都係需要好多嘅鼓勵，有好多醫療上嘅不確定性，佢哋可能係要面對不同嘅挑戰，甚至係死亡。咁喺呢一度，如果係能夠係得到上主嘅安慰、聖言嘅一啲嘅開導，呢度無論係對佢哋嘅心靈醫治，係對佢哋嘅康復，有時都係好大嘅幫助。好多謝公教報嘅報導，睇第3則嘅報導。教宗鼓勵網紅為天主嘅愛發聲。教宗良14世喺7月29號上晝喺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接見咗參加禧年活動嘅數碼世界傳教者同埋天主教網紅，對佢哋提出咗3項當今嘅挑戰同埋勸勉。網紅應該宣講基督直到地極，喺互聯網當中遇見嘅弟兄姊妹身上睇到受苦嘅基督，以及修補我哋嘅網。數碼世界傳教者同天主教網紅齊集喺聖伯多祿大殿，參加聖座福音傳播部代理部長塔格萊樞機為佢哋主持嘅彌撒。彌撒結束之後，教宗良14世前嚟接見佢哋。首先強調係充滿敵意同戰爭嘅時代，我哋需要平安，需要見證復活主嗰句問候，嚟自《若望福音》20章嘅19節嘅記載，願你們平安。教宗叮囑咁話，網紅呢係需要喺各地宣講同埋分享平安。今日我哋或者比以前呢更加需要呢傳教士將復活嘅主嘅恩典帶到去世界各地，為生活嘅耶穌基督所賜嘅希望發聲，直到地極，並且前往去呢啲各地去接觸嗰份等待嘅心、尋找嘅心同渴求嘅心。數碼世界傳教者同天主教網紅所面對嘅第2個挑戰係喺互聯網當中遇見嘅弟兄姊妹身上看見受苦嘅基督。我哋喺我哋今日嘅所處文化入邊呢，科技應用呢係無處不在㗎。人工智能標誌住新嘅紀元，尤其係人工智能嘅普遍運用，影響住每個人嘅生命同埋整個社會。呢個係我哋必須面對㗎。透過培養聆聽同埋發現嘅能力，理解同埋被理解嘅能力，然後通過深入嘅思考，從中檢討我哋見證嘅真實性，正確咁了解真理。我哋亦都有責任去發展而家新嘅思考方式同埋語言，為天主嘅愛去發聲。接住教宗解釋咗述釋咗第3個挑戰，即修補原網。
喺馬竇福音第4章21到22節嘅記載咁樣寫㗎。教宗話：我哋今日要辨識到人哋嘅網，例如關係嘅網、愛嘅網、為咗彼此白白付出嘅網，同埋天主嘅網。喺呢網當中，能夠修補嘅破洞，治癒孤獨，並且喺每次相遇當中都體會到天主無窮盡嘅愛，毫不在乎追隨者嘅人數。為此，教宗亦都鼓勵在場嘅眾人締造共融，打破分裂同埋兩極化嘅邏輯。我哋應當以基督為中心，可能以美好、光明與真理來克服世俗和假消息嘅邏輯。呢個係嚟自《若望福音》第8章31至32節咁樣寫㗎。現今嘅世代，網絡係不斷咁被廣泛使用，亦都可以用嚟傳教，但係喺社交媒體上福傳亦都有好多空間嘅發揮。教宗話：作為網紅，我可以喺社交媒體入邊追隨你嘅人數多冇係唔重要，只要諗下耶穌成名嘅時候，即係12個 follow 咋，就可以可想而知㗎啦。喺社交媒體上面擁有幾十萬粉絲嘅羅伯特·菲塞爾神父就咁樣話：呢位網紅嘅神父而家48歲，喺06年晉鐸，而家喺意大利熱那亞嘅聖母領報堂區服務。佢話網紅就好俾一個指示方向嘅路牌，指引用家走向實際嘅團體。每日朝頭早，教友喺社交媒體入邊睇到啲司鐸嘅分享評論，網紅就認為呢啲充實咗信徒嘅信仰。如果冇人好似同你分享信仰嘅話，你就好孤獨，信仰亦都會流失，就好似手機耗盡電用一樣。對於教會運用人工智能同社交媒體進行福傳嘅時候，呢位網紅神父叮囑教友千祈唔好用自己嘅社交媒體賬戶去分析結果嚟取代天主嘅。第4則嘅報導就關於古道行進行參交嘅培育教育試驗計劃，亦都係有個成效理想。天主教香港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喺2023年起獲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嘅資助，喺西貢地區展開咗為期2年嘅鄉郊保育教育，為10間小學舉行鄉郊保育教育活動。喺7月12號喺下晝喺中環中心 H6 空 T 活動室舉行閉幕禮，以總結計劃成果。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主席蔡維文副主教就認為，古道行工作小組成立以嚟，致力於活化同推動西貢小堂潛在嘅功能，希望讓學生更珍惜鄉郊資源，為促進鄉郊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計劃成功活化小堂，耀化同學校教育嘅相輔相成，能夠持續有計劃去喺天主教嘅學校內推行教育保育活動，教育能夠提供保育嘅知識，讓下一代能夠珍惜前人留低嘅資源，並且繼續參與保育鄉郊嘅工作。小堂蘊藏嘅歷史價值、豐富嘅人文資源同埋自然生態，對於學校促進全人發展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佢感謝合辦團體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喺過去2年緊密合作，提供咗專業生態知識，令到小學生更深入而且有效去了解鄉郊嘅自然生態。古道行西貢郊鄉保育教育試驗計劃項目係由2023年8月1號去到2025年嘅7月31號進行。項目內容包括3方面：一、邀請10間小學參與計劃，為期高小學生4年級到6年級嘅學生推行鄉郊保育課程活動，從而研究喺在校推廣鄉郊保育嘅成功要素。二、設計適合高小學生嘅鄉郊保育教材。3、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
強化教師嘅專業能力。今次進行鄉郊保育活動嘅地點分別係：一、西貢海星小堂；二、北潭涌聖母七苦小堂；三、疍家灣聖伯多祿小堂；四、白沙灣聖母無玷之心小堂；五、黃毛應回歸小堂。教區古道行工作小組鄉郊保育教育試驗計劃項目經理翁君鳳就話：選擇喺呢啲上述地方舉行工作活化，原因係呢啲地方經過多次嘅考察之下，喺各方面無論係交通方便程度、地點可容納嘅人數同設施比較成熟，而呢5個地方每次可以接待30位學生，進行近距離戶外考察嘅效果亦都非常好。翁君鳳亦都話：展望未來，西貢鄉郊保育教育試驗計劃開啟咗在校推行體驗式嘅學習嘅大門。雖然過去1年只係一個試驗嘅性質，只有10間學校參與，然而有關嘅學校學習方式同埋內容受到一眾嘅小學嚮往，團隊亦都積極同其他小學聯絡，推廣呢種以經驗為先嘅學習模式。翁君鳳期望可以從呢個教學模式同埋內容融入常規課程，令更多小朋友可以喺從小學習並養成歷史文化生態保育價值觀。睇埋一則本地教會嘅報導，就係關於聖雅各伯堂慶祝建堂63週年。喺九龍油塘聖雅各伯堂喺7月27號主日舉行63週年主保瞻禮同埋聚餐同眾主人。當日上晝舉行主保瞻禮彌撒，由聖母聖心會麥冠達神父主禮。彌撒以雙語進行，充分展現住堂區中英文團體嘅共融同埋合一。麥神父喺講道當中提醒教友要履行耶穌嘅福音中嘅講道嘅教導，喺團體當中服侍他人，實踐基督徒愛主愛人嘅精神。彌撒當中亦都為8名主日學嘅學生同埋英文團體姊妹施放堅振。另外，堂區亦都為新聖母像解結聖母像舉行祝福禮，希望教友將生活當中嘅煩惱同埋糾結託付俾天主，並請求聖母為此轉禱。堂區喺當晚睇天主教普治小學舉行嘅主保週年晚宴，讓教友入邊聚首一堂，慶祝同埋回顧堂區嘅發展，盼望未來一齊建設眾家之家。有些陣轉頭返嚟有其他新聞。其實今日彌撒嘅福音咧有一個背景嘅，個背景每個主日亦都有神父嘅福音分享，帶嚟最新嘅反思同最新嘅分享信仰。主日彌撒講道盡在 LMAC 頻道宗教台，逢星期日有最新嘅廣播同重溫。其實我哋可以咁講。緊貼1個星期嘅天主教新聞資訊，直擊本地教會同普世教會嘅第一手報導。天主教報紙摘要，逢星期日上晝6點 ，LMAC 頻道現場直播。安啊！你哋有冇朋友未認識到天主嘅愛呢？曾經邀請至少1位非教友嘅親友參加傳教節音樂佈道會，帶領佢哋一同感受主來嘅平安、喜樂同埋希望，送上一份愛嘅祝福。2025禧年傳教節音樂佈道會堂區專場，10月19號星期日下晝6點半到8點半，旺角麥花臣場館，門
票可以去所屬堂區索取。另外，截至10月18號為中學生同大專生嘅專場，詳情可以向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查詢，或者掃描QR code留意更多資訊。呢一條頻道每日環環等候，分秒必爭，主打不同嘅新聞資訊、K-pop、鐵路、宗教、生活等不同資訊，將媒體透過社交媒體傳揚開去，連接到全世界，一齊邁向未來。聚焦 Aaron， 放眼世界，最快最新嘅盡在 L1 頻道。繼續睇下今個星期嘅本地教會眾裏尋詞，由客主教嘅分享。颱風下談退省，客主教就話喺掛10號颶風嗰個主日，啱啱係身處喺粉嶺博血靜修院，被收到一個8日嘅年度避靜。所以雖然呢外面風雨交加，但內裏呢卻係水平如鏡，心和波瀾。退省嘅令人呢更容易意識到主嘅臨在，因而能夠強化信靠之情，不畏風浪啊！無可否認嘅係8日嘅時間，除咗祈禱、默想、聽講道之外，咩都冇做。唔少人嚟講係十分奢侈嘅。不過話可說回，話口可以放返嚟嘅話，如果唔係呢8日嘅話，1、2日又係點呢？記得呢，佢年青嘅時候認識堂區善會，大部分嘅時間都係2、1日嘅週年避靜，讓組員喺靈修上得以深化。志願團體嘅建立亦都唔係服務教會嘅熱誠。不曉咩嘅時候開始，亦都唔曉得咩嘅原因。呢個週年避靜嘅堂區善會亦都唔係可見嘅。唔少社會好似有呢啲會務得工作，先有查經、信仰分享，更為論退省啦。個別嘅善會亦都係咁啊，成個堂區又係點呢？可虛嘅現象就越嚟越多堂區有月省嘅安排，一般都喺星期六嘅時候，神父作為主題分享，然後朝拜聖體同埋舉行修和聖事。喺呢個嘈雜煩擾嘅香港，能夠提供一個獨處安靜嘅2、3個鐘，實在係難能可貴啊！可以話堂區性嘅定期性嘅過夜避靜，仲係非常罕有。反倒係慕道者喺離世之前，堂區也都會安排佢哋避靜。不過呢個唔係奇怪嘅咩？未領洗之前就要退省，領洗之後都唔需要。更令人想唔透嘅就係有啲堂區慕道團嘅導師係冇自己嘅週年避靜，呢種情況真係叫人心寒啦。客主教諗，我就諗缺乏同主獨處嘅時刻，忽略咗同佢親密嘅交談。我哋嘅信仰點樣去提升嘅呢？我哋同佢嘅關係又點樣深化呢？慕道團導師亦都點樣去教慕道者呢？事實上，普世教會將2024年定為祈禱年，目的係希望重振教會嘅祈禱生活。作為慶祝2025聖年嘅準備，喺教廷福傳部發出嘅文件，主請教導我們祈禱裏入邊，其中一個退省嘅項就係指出退省嘅2個要素，就係人需要咧喺時常離開日常規律嘅時候咧，係要忽略掉寧靜嘅，可能夠聽到咧天主嘅聲音，辨別佢嘅旨意啊！如果今年禧年已經過咗大半啦，但係我哋嘅祈禱生活又係點呢？如果你已經退咗休，時間上比較充裕，你應該點樣容易去避靜嘅呢？如果你仲喺職場入邊，亦可以喺放大嘅時候安排1、2日去避靜，呢個係當然係一種犧牲嘅啦。不過呢個你都反住主喺自己嘅生命當中，究竟佔有咩位置？退省冇神師，翻聖經呢本靈修嘅讀物，上網搜尋資料等等，都係可行嘅方法啊！
要知道與主相隔獨住，肯定天主唔會令我哋失望㗎。耶穌召選門徒，首先係要佢哋同他常在一起，然後才派遣他們去宣講啊。喺馬爾谷福音3章14節記載係要咁樣寫㗎，但係願我哋咧明白佢嘅心意啊。跟住睇下今個星期社論，今週嘅社論就講氣候正義，地球現正向我哋吶喊啊！先教宗方濟各喺《願你受讚頌通諭》入邊寫過，我哋每年喺夏天感受令人窒息嘅酷熱，突如其來嘅暴雨，大量樹木嘅枯萎同融化嘅冰川，呢一切顯示住氣候危機刻不容緩。過去一個星期，香港經歷前所未有嘅降雨，導致好多地方水浸，交通同市面造成嚴重混亂。據彭博社報導，香港錄得超過350毫米嘅降雨量，係自1884年以嚟8月份最高嘅降雨量嘅紀錄。當局多次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導致道路被淹沒、山泥傾瀉、交通同法院訴訟暫停。氣象學家就將極端降雨同災難性嘅水災歸於氣候變化，呢都係香港社會構成日益嚴峻嘅挑戰。近年世界各地出現破紀錄嘅高溫、具破壞力嘅洪水同山火，呢啲唔係個別嘅事件，而係地球正係生病嘅徵兆。喺香港，長者喺高溫之下面對更多健康問題。酷熱天氣可以令到長者易衰竭同中暑，戶外工作者難以忍受高溫下辛勤工作，增加咗中暑嘅風險，亦都相當較高。劏房住戶為低收入人士同埋家居住環境普遍欠佳，而且缺乏家中冷氣，令人難以入睡。氣候變遷對社會產生嘅影響，確實可以被視為緊急狀況。而最欠缺資源嘅人，往往係受到最大嘅衝突同埋衝擊。以先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哋，地球嘅呼喊同埋窮人嘅呼喊係相同㗎。氣候危機加劇咗現有社會嘅不平等，呢啲冇遮陰、冇隔熱、無條件逃離嘅高溫或者洪災嘅人，承受比其他人更沉重嘅負擔。氣候正義嘅核心概念係承認住解決氣候變遷對唔同社會群體所造成嘅不公平影響，並強調應對氣候變遷嘅行動係應該以公平同埋正義為基礎，確保冇人係被遺棄㗎。人好容易因為一啲小嘅行動無法帶嚟改變，但係願你受讚頌通諭呼籲我哋建立一種新嘅普世嘅團結，將所有受造物嘅福祉置於我哋選擇嘅核心信念。呢一種團結賜予嘅氣氛，勇於發聲，勇於改變習慣，勇於要求保護環境同保護弱勢群體嘅政策。我哋嘅公共交通系統需要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城市規劃需要係增加綠色空間，普及可再生能源，同埋恢復公平交易嘅農業貿易。作為公民嘅，我哋可以倡議呢一種改變。作為天主教徒，我哋必須要支持倡議天主嘅創造。堂區不妨可以以身作則，例如安裝太陽能板、減少活動中嘅浪費、種植樹木，同埋支持生態靈修教育。家庭嘅就可以作出一啲有意識嘅選擇，例如節約能源，減少使用一啲即棄塑膠物品，並對一啲受造物嘅愛傳俾下一代。每一個嘅行動，無論有幾微小，都係希望嘅種子。我哋總然手握住選擇權，但係時間冇多啦。而家就用我哋為我哋嘅鄰居同埋小朋友，為我哋嘅家園、共同家園作出改變啦。正如願你受讚頌通諭入邊所話，千祈唔好讓我哋嘅地球嘅奮鬥同埋擔心
奪去我哋希望嘅喜樂。轉睇下主教公署公告。首先呢，係天主教教育委員會嘅任命，為期2年1任。首先係當然委員啦嚇，周書基，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書記會係總監，教育事務主教代表提裴廣培先生係作為主席嘅。而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係林志剛先生作為主席嘅，而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席係杜玉燕小姐。由9月1號起呢，係會又係為期2年1任嘅任命，係周書基任命㗎嚇，包括夏志誠主教、陳國輝神父、張明德神父、嚴德龍神父、陳國強修士、吳惠烈修士、歐爾文修女、張月娥修女、鄧美欣修女、黃梅蘭修女、馬麗莉修女、黃佩玲修女，呢啲咧都係一啲重要嘅人啦嚇，都係負責咧委任呢個委員嘅嚇。呢個係教育事務教育委員會啊。第二項就係天主教教育發展委員會，當然嘅委員呢係主教代表嘅裴廣培先生係主席，而委任2年1任都係9月1號生效，而負責嘅副主席呢係楊美希女士。負責嘅人仲有吳文健修女，呢度就係佢而家嘅負責人啦，都係呢教育發展委員會嘅委員。第三啦就係教區學校中央校董會，當然委員亦都係裴廣培嚇作為主席嘅，亦都係2年1任嚇。佢哋都係呢2年1任啊，呢個委員會。包括吳國寶神父、胡瑞芬女士，呢個係副主席嚟嘅，同埋後邊呢嗰啲咧都係負責嘅委員會嚟嘅。上述特旨公告。轉睇普世教會嘅報導，呢一則係關於咧萬寧啊有主教呢個為呢個婚禮做主持嘅。轉睇下一個特別嘅消息喺澳門啊！喺澳門座堂咧係進行咧更換管風琴，將會咧係暫停對外開放至到10月。澳國報道，澳門教區嘅號角報就話，澳門教區主教座堂聖母誕辰主教座堂至今已經係暫停對外開放，以配合管風琴更換工程，預計喺10月中旬竣工。並且喺10月2月全面重新對外開放。管風琴係一種大型而技術精密嘅電動兼氣動裝置，為確保工程順利進行並保障信友嘅安全，原定喺澳門教區主教座堂舉行嘅禮儀活動將會遷延到鄰近嘅玫瑰聖母堂舉行，而玫瑰聖母堂平日嘅禮儀安排亦都唔會受影響。為配合工程，澳門天主教文化協會調整咗澳門聖髑朝聖之旅嘅行程，取消前往澳門主教座堂朝聖。朝聖者只需要去聖魯寧座堂、聖安多尼堂同聖若瑟修院嘅聖堂，並喺相關嘅朝聖者護照蓋上印章就可以啦。轉睇一則咧，都係普世教會嘅報導，係一個德國嘅神父咧踩單車去到落馬，為絕症嘅病童咧籌募醫藥經費。39歲嘅德國神父洛亞克，連續3日3夜係幾乎不眠不休，由北部城市希德斯海姆揸踩單車去到意大利嘅首都羅馬，為德國薩克森州嘅錫克
嘅小朋友舒緩治療醫院籌募經費。洛夏厄神父去到羅馬嘅時候，已經籌得7000歐元，即係折合港幣63000港元嘅善款。佢喺8月6號喺羅馬舉行嘅公開接見活動嘅時候話，向教宗良14世介紹呢項計劃。教宗亦都熱愛呢啲運動。當得知洛亞克神父駕駛大約1600公里之後呢，佢希望同佢影相留念。洛夏厄神父將小朋友舒緩嘅治療醫院嘅病童準備嘅禮物呈現俾教宗，教宗致謝並向佢嘅堂區病童家庭賜降福。不萊梅團體嘅幾名成員擔任咗洛亞克神父嘅守護天使，駕駛單車喺佢附近支援，駕駛汽車喺佢附近支援，並約定嘅地點提供食物、飲料、日用品同備用單車嘅輪胎。熱愛運動嘅洛亞克神父抵達羅馬之後，雖然全身肌肉酸痛，尚未痊愈，但係喺8月9號去到奧地利參加單車嘅世界錦標賽，為不萊梅嘅兒童癌症基金籌募善款。神父話佢希望參加真正嘅比賽呢個係生命嘅第一場單車比賽，都為佢去祈禱下。主日講道係熾熱之火廖神父嘅分享，呢度係今個星期嘅副刊。今個星期天主教報紙摘要去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節目，就願天主保佑大家整日平安，大家晚安，主佑嘅大家。